好，我是岭南宝妈欢欢。想要气血好、颜值高，要抓住早上起床的黄金5分钟。第一步，戳耳朵，可以是捏耳尖、揉耳廓、揉耳垂，不出2分钟就会觉得耳朵热热的，可舒服了。耳朵上密布耳穴，所对应的是全身的脏腑经络，这个操作相当于给我们全身上下都做了一轮小小的 massage。第二步，梳头，头顶也有很多保健养生穴，操作的时候呢，甚至不需要专门的精准定位，只需要做一个动作，5指梳头，从眉心开始向上梳到后方脖子处，这样做可以提神醒脑，提升阳气，还可以预防脱发。早晨梳上2分钟，神清气爽。第三步，叩齿，上下轻轻叩齿1分钟，你就会感觉唇齿生津，这样做可以护齿养肾。这3步短短的5分钟养护全身，无論你身在何處，每天堅持這3步，一定可以養出好氣色。我係嶺南寶媽芬芬，關注我，輕鬆養生，陪你將生活過好。